后来日前伫咧南投埔里的路边，互拖行受伤的迄只赤牛啊，互善心的人士买落来。啊！伫咧南投甲台南的议员的协助之下，已经把这只赤牛啊送到台南柳营老牛的家，享受着天年。老赤牛的空喙经过处理了后，就放再去台南柳营的老牛之家。为了纪念南投到台南，就改号名做南模。市议员李宗翰议员能够来透过他来协助，说让我们的牛能够来安置在老牛的家。我感觉这个环境非常的好让牛能够来在这边颐享天年的时候，我感觉是最好的、最舒适的。进前伫咧埔里互拖行受伤的老赤牛，经过议员、有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斗相共。今嘛已经顺利互安置到家。原本的规范里面，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自然人的身份来抚养这一只牛。那用这个方式，我们今天也感谢那个邱淑议员也很感谢我们的李宗翰议员能够来协助，让我们的南投的牛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刚才有善心人士甲老赤牛买落来，佮经过这的安排，今嘛互老赤牛会当安心伫遮过伊的生活。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